有时有光，有时无光。嘛是对啊，对，有时有光，有时无光。有时无光啊，有哦时有光，有时无光。对不对？歹势，不过方向敢若去那边敢对哦是，对的，对的哦。重点是画面内底顶悬天顶是啥物？是，我讲一遍，你看嘛，天顶有啥物？有嘿，有有啥物？天气、啊，另外一边呢？这蜗牛，嘿，所以有时有时天光，有时瓦光吗？差不多的意思，但也念不对啦，音念不对啦。尾光啦，你讲一遍完整的。有时天光，有时尾光。后来老师伊的有时青光，有时月光，安尼对不对？好你对，好你对。人的这个有时啊是顺境，有时啊是可能逆境吼，啊有时啊顺利，有时啊无顺利，吼啊所以是咧代表一种讲，可能就是看较开咧吼，啊嘛是会当代表讲，若准讲是伫咧无顺利的时，有一个希望讲，其实黑暗无偌久就会过，过来就会有光明安尼。